把点准备往包浆给没别中，你们没事准备对劲带中的，那就跟人不能让他，我把这上中把能把下些做，要不然个家咋了？我那把他人别什么钱他们讲老难没吧？要不说别上去讲恐怕了，我就那讲过把这家太这多，他们就什么人把这就人的。上班上出手都是很结巴，很多人呢是哎呦。首先呢，请大家升起菩提心，也就是升起一念今天来听闻深深大乘的教法，目的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对了，你看那上班的下来，去年这个保险部把上周上班南京，那都他们人年纪宁不，罗中团团的，这边今年，把中国的学生大一吧，人年他们就去年担保了，这真的了，其他小娃，当7年个其他小娃，年来，这人7年个其他小的，今年。那我们这一次所讲解的呢，是一切诸佛菩萨可以说修持的精要，也就是修行7要。那么7个要点当中，我们讲完了前面3个，接下去要讲的是第4个，也就是摄持一生的修持当中，一生修持的精要当中第一个是这里面又分成在生前的修持跟临终时候的修持。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临终时候的修持。确实那样的，他们这给他们7、8岁，现在就是了，那个人，这样的呢，左边上去下家头吧，搞把长命送走，那跑了就行吧，那中介那玩意，人的那样，等于滚头些人的，两个人大约，对了，那跑那玩意，等于刚做到热血呀。搞把长命送我搞把这个做样，我就上头要嘛的，热血呀，等于你妈这个协会了，那个人，这告诉等于他人们没些等于送药的。这里的偈言就是大乘死教言，无力众威仪。那么这里谈到的就是有关死亡或者说临终了。那么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任何一个修行者也好，任何一个人也好，出生之后最终都要面对的是死亡。我们说就连最尊贵的释迦牟尼佛，他多劫行持6度等等，积聚了广大的这个福德，但最终他也是要面对了这个涅槃。那么同样更不用说我们都没有那样子精进的积聚了三大阿僧祇劫的福德，并没有，那我们当然也会要面对这样一个死亡的情况。那么接着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个临终时候特殊的修持方式。他这样都不能把我有了，他都不能把我生个就有了。这里谈到呢有5种力量。好，那么的了，高位少人啊，给跑下小辈多年，给跑下小辈下辈多年，好让给去对了，来把好考上了，天天让给天天有些人他白下让他看一把，他们去吃把票，天天那么天天来票，跟对着了当，怎么当，他们这个家马路吧，他们这票，然后他开始几把当。吃把行把带呢，没把说过来。首先，其中第一个力量是叫做善种子力，那么也叫做一种善的习气的这样的一种种子力哦。也就是当你知道我即将要死亡了，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多积聚善行，多积聚善的种子，养成好的习气。所以也就是将你一切的
物质都供养出去，一切的财富也供养出去，供养上师也好，供养僧众也好，一点都不剩的供养出去，或者也做广大的布施，总之100%的做到无贪。在供养出去之后呢，那么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发愿，所以这是第二个叫做愿力。那这时候，因为我们是大乘的行者，尤其是修心的这样教法的行者，我们要发愿说，生生世世都希望我能够不离菩提心，而且生生世世我的菩提心都能不断的增长。所以这是第二种力量，叫做发愿力。同时也要发愿说，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亲见到这样一位教导我们大乘修心的清净的上师，这样一位具足一切的功德、远离一切过患的上师。同样的，也为一切众生这样子发愿。然后祈请之后呢，我们要念一个祈求诸佛菩萨加持，愿望都能实现的一个咒语。那么这就是第二力，叫做祈愿力。再来第三个力量，叫做消除我执的力量。就像我们昨天所谈到过的，我们多生多世在轮回当中不断受着痛苦，原因就是因为我执。而现在我即将死亡了，那么我现在会病痛也好，会死亡也好，也都是因为我执所造成的。那么这时候你清楚知道原来这个我执呢，它其实并不真实存在哦。那么这只是一种错乱的一种执着，我们错乱的以为有一个我真实存在。那么就好像我们误把一个花绳呢，以为是一条蛇是一样的。所以在临终的时候，你要清楚知道，这就是一种错乱。以为有我真实存在，也因此我们会以为这样的疾病也好，死亡也好，也真实存在。但透过你知道我并不真实存在，消除了我执，你就知道这样子的病痛、死亡也都是一种错乱的现象而已。再来呢，第四种力量呢，是一种发心牵引力哦。那么这里的牵引的力量，它就是你发起一个菩提心，祈愿希望我在临终的时候也好，还有在进入中阴的时候也好，还有在进入投生来生的时候也好，我都不离这个菩提心。
사는데 봐 컴퓨터 또 나봐 컴퓨터 再来，临终时候要具备的第5个力量就是串习的力量，或者说修持的力量啊，也就是在生前你修持的世俗菩提心的这样子，比如说施受法，还有圣意菩提心的安住在心的自性光明等等，在这个时候你要继续的修持串习，然后专一的安住在这样的修持上。또 샤네 나 이제 배 가서 줄람 때 랍 중나 기중자 되네 루 정보를 상 냠샤 되네 공고래 나사 교매 봐이나 다 나사란 담에 먹어라 봐 가시에 나사 양보이나 되세 그래 나사 지부깔에 가보이나 다 되세 두고 말해 쇼예 살을 쭉쇼 이응 때문에 샤 상이 좀 된데 꾸냥을는데 왜그 수도 냐네 다 랑게 tum다 또 못tum다 로바게 네요 용게 로바 치료서 소네 되서 그래 네这样大呢就到그래那么这是讲到了临终时候的要具备的5力。那么接着是你在这时候的你的身体的姿势啊，那么最好的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禅定的坐姿，比如说手持定印，背直腰直，盘腿而坐。当然前提是你没有任何的病痛等等。那么如果你没办法坐直，你也可以像是佛陀涅槃的姿势，右斜而卧。那么如果自己也没力气这样做到，可以请周围的这个护士也好，或者亲人也好，帮你把握住这样的一些姿势，不管是坐着也好，卧着也好。전에 오대 전에 파안도 방에 개와는데 심지어 현을 좀 받아 주로 동안 좀 술래 봐 괜히라 쌤때네 네 우서워서 同时这时候你要把握住你的呼吸，你继续的做施受法。当你气息呼出去的时候，你就想一切的善，一切的好都给予了众生。气息吸进来的时候，众生的痛苦都被我来领受，众生都消除了痛。最好的情况就是安住在自心的光明当中而死去。那么传承中说，有关临终或者说死亡的教言有非常非常多，但最著名的就是现在我们学到的这样的5种力量。虽然说死亡的时候有殊胜的破瓦法等等，但是这些破瓦法、甚深的法的根本还是不离开这5种力量。譬如说，你要做到无贪，你要能够祈愿，等等。其实你看到我们密乘当中谈到的破瓦法，其实也都强调说，一个行者在临终的时候，他要舍弃一切的财物、一切的东西，然后要彻底的离贪，同时他也要试着观修对于众生的大悲心等等。再来，修心7要当中的第5要呢，就是修心的标准。나한테라 당보 죽은 공부 지도 넣으세 내야라 다 진진티 매바수 현라 인적 공부에 봐 오종 인부티 주탐제 대대지 말해 세래 먼저 마가를 부자다고 누여 봐 대양 동지라야 해 나도 매바세 심지어 현그 동시다세 되게 된다라 공부 변화라 숨격 나로 지세 전에 줘야 봐 대 아래 네 로종 두다지 말해这里的内容是第一个诸法摄一要，一要也就是我们修心教法所谈到的修持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点，就是消除我执，利益他人，就是这样子。你会看到，其实一切的佛法讲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哦。
譬如说我们会修护法，马哈嘎拉其实也不离消除我执跟利他，也就是因为为了我们要精进于消除我执跟利他，所以祈求马哈嘎拉护法保护我们，能够守护我们，能够很好的修持。所以说万法都是一个要点。我老是猪八戒什么做呢？一个人全部想，在那边猪八戒什么想呢？猪八戒对了说不听的错过了吧？这样可都到这块嘞，到人什么梦巴的铁巴的讲，到没被听，到没被听，听到啥？伊他们一个人那把了水滚，到没有听过，是不是个听些到听帮，我听路中是这块嘞。或者我们去举办这种大的法会，建立起这样子佛菩萨的坛城，陈设各种庄严供品，7日当中不停的修持等等。那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也都是为了消除我执，帮助我们证悟到无我等等。他太大个印度，肯定去大把当地种了送。到都这不咋的，没把人都天天去那个，认为不大的，去当地不太好了，到都这不咋没送的，去找来的，去那都没送不大的，去抗议那样。所以我们透过了修持佛法，你要看到的一个征兆呢，就是我执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呢，就是修持佛法的好的结果。但如果说你发现越修越修，结果呢是我执越来越大的话呢，那这个就代表说这是没有成果了。大天的多大去看伊那样，去要我切土门都当地帮忙的，大一点算的。所以我们说修行的一个标准，无论是显称也好，密称也好，它的根本就在于你我执有没有被降服。他提前了80年前。做了送的，大的人都们都大一个帮不人的，帮不的先给的大家当的帮不这当让个那什么大的帮不是人的，的让个大家什么做这个的说的，帮不做这个的。接着谈到是二证取上手，也就是我们评判来证明是否有做到这样的修持的证人呢，有2种，一种是他人，一种其实就是自己。所以我们说要评断修持好不好，一种可以依靠他人来评断，一种是依靠自己，能够自己来检讨跟评断。这里在说的取上手的上手，指的就是自己，所以自己要能够评断自己最重要。先给天天被给他人不修，先给找到，就那么也不去，先给他天天那个先给通嘛都让给什么的先给阿哥嘛的，如果上一个嘛都先给嘛的，这现在给先给嘛的，人都没得阿哥嘛的啊，让打过来。为什么说自己是自己最好的评判者哦，是自己是自己最好的裁判哦？原因就在于整个修持的重点就在于修心，而这个心谁能够知道呢？就是你自己。事实上，别人是不可能看得出来的。所以除了佛之外吧，那么因此真正的看有没有修持的裁判，其实就是自己了。这样的让给什么大呢？呀，我当地的钱都阿上。呀，听当地前面都阿上，让个那么多超哈口的，台了大年，他还学前当地们都呢，学前的这个头什么，让个什么大年，结果的我们各单帮个些开始，这个当地不就有吧？我在那些让个结果的。所以这里的重点就在于，随时你要自己的反省跟检讨自己，看看，我这样子修持了一段时间，我是不是我执减少了？如果我执减少了，你也感到欢喜啊，就是修行有成果了。或者我没做到，我执还是很强烈，那就代表这个没修好。你看到过去噶当派的大师都是这么做的。你台湾把些用点，但是让东岸人那样，在东岸这个呢，老中车都送什么，是不是先个东岸的过去把老中车嘎，呀，台湾送那样呀，台湾这里那个什么做不了，这老中呀，俺这里基本送送，这老中车都送什么嘎，东岸车送那样，老中车都送什么嘎，都这个嘞。
再一个标准呢，是恒当依欢喜，就是你修心有没有修得好，就看你是不是平常都能够恒当依欢喜哦。这个意思是说，无论你遇到任何情况，如意的、不如意的、顺利的、不顺利的情况，或者痛苦的时候，你都可以做到修心的话，你都可以想说啊，这一切众生的苦由我来领受。或者说，当你快乐的时候，你也想众生都得到快乐，你都在做修行，你都在做修心，都欢喜。那么这个就是修心的一个标准哦，就是恒当依欢喜。다 현재다 그러니 마찬바 중송나 마찬바 중 바로 보데 케랑 팜송나 들어가고 그래 바로 보데 케니 그랑 가와지 못 지게 와 야, 그 가와지 못 지송 바로 보 지부 중송 something 들랑 가위 롱지 그래 所以举例来说，如果你跟某个人相处不来，那么但这时候你会发现，怎么他都等于说好像他占了上风这种样子。但如果这时候你也可以升起一念啊，太好了，这样他占了上风，这是他欢喜了，那这就是修心，我也做到了修心嘛。기부 중도 섬 들어가와자서 그러나 가와요 뒤가와들라 랑가니 심지어 바로 들에 중 가와 중도 가와자서 못 되고 或者你看到了某些人，他变得更有名了，他变得更有地位了，或者变得更有钱了等等，你也因为他的欢喜，他的高兴，你也为他感到高兴而随喜哦。那这也就是做到了这里说恒当依欢喜。들어가와 야sem 뭐야 들어 차도 되나 다 되라야 막기라서 뭐래 무슨 근데 주주부도 나 주부래 무슨 근데 권대에서 모두 나 권대 또 무슨 사람 차도 단 대심 깨나 되라 랑양세 뭐지 부차거리 랑랑 세 뭐지 부서거리 되네 되라 대바양 요 장주구세와 냠데 심진 그 동양 제메도 봐 장주구세야 대서 냠그래 심진 그 동양 매바 차거리 되네 相对的，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升起了嫉妒之心，觉得哎呀，我不如他，我不如他那一般有钱、有地位或者有名气，你这样子自己也不开心了，同时你也因为这个样子的嫉妒呢，你也造了这种罪业，而且你的菩提心也衰减了，你利他的行持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人家东南中把人生，那唐伯让给做完钱呢，甚至罗中的全部都大，现在没空巴拉带呢，让给让做完钱没够把了，那让修给，现在那么多看下他们这成都不是罗中可能就说呢，现在长辈大人生，长吧，罗中长不成个大人生。 让做完些没够把让修给罗中人住有呢，那我看下那么多看下他们这成都不是中住有呢，长辈大人中辈大人。再来一个是能散即圆满哦，那这里的意思是说，刚开始的修持呢，你是要刻意的、努力的观修，修心、观修菩提心等等。 但你逐渐不断的串习练习之后，你就会养成一种习惯了，你会自然而然做到，甚至是你散乱了，或者说你念头升起了，这一切都成为是修心，成为了菩提心。장수구 쌤 장한테 되네 랑슈게 되네 고 덴베도 tum바래 휴고 제게래 장그래 대대장 장래 나와요 그래 덴베도 tum바래 那么这像是我们初学的众生啊，那么刚开始还没有这样的习惯，安住在这样的菩提心的自信当中，但是你透过了不断的修心，那么不断的菩提心的这样的练习，你慢慢可以说你修心的征兆。 以上谈到的征兆，它慢慢就会显露出来。那대개我把这些事呢，大全是主吧，罗中给帮人给他们这点吧呢是。那么第5个就讲过了，第6个要点，进入的是第6个要点。他当不这几点钟了到的啦不是？几点钟？去这几点钟？
修这这的西索索塔尔别东巴，南上主身边拉巴，上啊就东巴，修这呢送啊，太这是马上吧，到了过来送，这就是什么到了。那么首先这里6个要点谈到的是各种取舍的这种誓言。首先第一个呢是恒学三总义，这里的三总义指的就是外在的别解脱戒，内在的菩萨戒，秘密的密乘戒，我们都要很好的持守。当然，今天我从高下有当天对吧？因什么听没好可以个他不了，没动了当天没动到，咱们经济什么运动到，每个好可以个听到了，听这现在听到我从那个意思，都就是某些我才会意思。那么再一个要点呢是，任何时候都不装模作样哦。那么也就是说，你不去装着说好像我已经没有我执了，不用为了装给别人看。这是对不起，3种总义当中，刚刚第一个是外内密都要具备，第二个呢是这里说的不要去装模作样。没了罗中公，没个那把了罗中公，但这了那把毛公，这个定了长行大，这定了当不起，这当不起，现在去叫嘛，没那甚至他们这个结果结果的意思。再来一个要点呢是说。不要有偏见哦，就是说，当你在做修心的教法的时候，你要普遍的对于所有的众生，不要只对人做修心，然后再对其他的这些鬼类、人类却不做这样的修心，这样是不行。他让给别人去路这般着，没得这般着，听着了是吧？公，他没得看看着。去路看看着不，给看看着不，听着老是把马工，听着去就嘛的什么的。这里很重要就是不偏私，也就是说不要对于好像跟你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语言、同一个宗教信仰的人，你就对他你修心，但是对于其他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你却不做修心，这样是不行的，就是不要偏私。然后开始一不兄弟罗兄车，一不毛兄弟空着啥罗兄车毛都天天去买的什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很多人呢会变成是快乐的时候、顺境的时候他会修心，但是当遇到了这个让人生气厌烦的情况，他又不修心了，这样也是不行的。然后开始那啥东海大部，东海将来告诉罗兄车、学车，他去学车，一不兄弟，一不来现在，这做车，罗兄买车，就是买的什么。同时也不要一种情况是你生病的时候才想到要修心，那平常很健康很快乐的时候却是任自己的烦恼升起贪心傲慢之心等等。那这了真不久了让手下他才沟通他把打了这问题把讲讲下来他的这来沟通呢打是给的顺从那来什现在什么他们这了那让给打了就现在什么他们这来接把人家那沟那来沟没打把了沟通呢对过就打都对过来再来一个叫做转欲自稳重，也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我们习惯的是不断的执着有我等等，但现在我们因为透过修心，我们要转这样子的念，转这样子的欲哦，所以这里的转念指的就是转过来，不再以我为主，而是以他为重，也就是要尊重他人，重视他人。这个文章没把结果来说的，这个就把的让给去做，就把现在这个的，让给什么的，我说呢，写把那些这个文章上呢没学了，让给老张，这个文章上呢没学了，现在还没给我钱呢，本来3万多块钱结果来说的。同时呢。这些在做修心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是你要秘密的怎么去修，你而不是外在视线的好像是一个修行人的样子，不要这样，而是要别人完全看不出来的情况下，在内心里好好做修持。他这个
你让娘把绝没加噻，他没那等着那卡些给没要不没马上话，卡些俺做没吧，卡些刚把那就用给，卡些多少都不用给，卡些说到都不用给，这了可都不嘞，可刚做的，这个就的，对呢，就不能没下子。再来修心的再一个誓言呢，学处的取舍的誓言就是不应说缺陷。这里指的就是无论你看到人类也好，或者动物也好，它可能是五根不具的，或者有一些残缺的，你都不去说这样子的缺陷。这就把这样，看些样，就看这把头那样，后来就挺有的，西头西边进步后来有的，就是不上街他们这个成都这边朝阳，甚至他们这里。成都这边潮，成都这边云，甚至他们这是吧？哪个讲去这边潮什么？哎呀，咱们成都什么公平跟云甚至都是他们这都是个人情不嘞，也不嘞什么的，对了晓得当的，甚至都不看这个那样，什么我不晓得，我不晓得就过来似的。事实上，相对于去做各种这些嘲笑、诋毁，说他的缺陷，更应该做的，真正应该做的，其实是赞叹众生，感恩这个众生的恩德。其实众生也都有如来藏，无论他的外相视线怎么样，而且我们说众生呢，是我们成就菩提的助缘，而且也是我们升起慈悲的这样的一个对境，所以对我们是有很大的恩德的。而且呢，现在好像没啥么些。他那么着，差不多听的这要求呀，我没看，东巴了就用给，他们这个了就用给，听着有那对了，上了马堂，俺那马大呗，弄下来，俺那个什么牛毛也把它点的，吃了听着通下来，工作了听这个学把说了，听着那么差不多了，就让有马的什么，听着什么的。再来一个叫做全莫思他过。那这里呢，举个例子，就像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僧众也好，或者说这些上师也好，可能他有这些不如法的行为，或者他这个破戒了，或者说违背了誓言了等等。但这时候我们不要那样子去想，而要想说我会看到这一切不净，那是因为自己的烦恼而造成的。那所以在这里就是全莫思他过。然后呢，牛毛嘛，那现在就越被打通过来。本来上去中间的那样，天天对了心了说吧，那么的，天天可能300把他把来天天，就要把大矿都通过来，上去了就天天要嘛的，天通过来，那样天天来上过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自己还有烦恼的时候，那看到的也就是他人的过错，就会看到他人的过错，就像是就算佛陀。那么当时也有这些像提婆等等见到了这个佛陀，甚至都觉得佛陀是有过错的，那就是因为他自己心中还有这样子的不净，这样子的烦恼，所以才连佛陀他都会见到佛陀是有过患的，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样子。这个了，我们看见我了讲噻，他没有这个了，看些学堂写教啊，看些多少写教啊，看些超多写教啊。听着有的，但俺让你们不看，吃完人都大，这让给就给每天就用到超多吃完，就少的了有的。然后第二个话给，你们这个超多吃完人都给，你们这个学堂吃完人都给，你们这个多少吃完人都，然后第二个吃完给，听着人给有的，然后去看人都大，超多吃完，超多个人不得帮，超多帮一个他不拿去，学堂学的，学堂学的，中一个他不拿去，因为我看的学习用都大呢，听得过来。再来呢，一个是先尽重烦恼。举例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嗔心比较重，有的时候有的人呢是贪心比较重，有的人是嫉妒心比较重。所以在这里先尽重烦恼，就是你要先观察一下自己，我是哪一种烦恼比较重，然后努力的去对治它。那有的时候我们的烦恼的升起，是很多时候都是那个烦恼很重，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一直都很嫉妒，但有的时候呢是特别在某些情况下他会特别的嫉妒，或者他有的时候会特别的贪心、嗔心等等。那么
在那样子的特别的时候，你自己也知道那时候你特别会生气或特别会嫉妒，你就要在那个时候特别去对峙它。再来断一切果求。看些这看些个那就是让样的用事的，他好像老中也不公不行噻，老中的菜单那把也不是公了，这个这不给要话什么这个老让呗，没事不给这不基本人呢，让基本是差呢。这个是那么多个龙就切我，年长切我才人我那把，基本切个人上面，天天现在弄出人才的，这让一别个，然后他们就帮过才。这里的断一切果求的意思呢，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期待哦，就是一种发愿说啊，我现在好好的学佛修行，或者我好好做这样修心的练习，那么我要来世哦得到很好的果报，我要变得非常有名，非常的有钱，非常的有地位等等，或者说我要成为身体是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病痛，你有这样子的一种果求哦，这样是不行的。那个读经就三帮噻，读经就三帮噻。他学习呗，告诉我这当心穷学习那当心穷天马上我心穷，我不能怎么，我不能怎么穷呢？天天把什么学的，都当这送到，谁都当这么到差不多。这个让了那个的。所以呢，写不当心跟这不这样都不嘛的，这咋呢？没吧，当心没吧，我真没吧，这帮过来说，都没吧，结果来说。再一个谈到说要舍弃有毒食，这里的意思就是有毒，毒呢指的其实就是我执，或者说实执哦，就是执着有一个我，或者执着万法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你在做任何的修持的时候，是带着这样的我执，带着实执而修的话，那么这个修行它就变成是就像是有毒的食物，吃了下去对自己是不好的。同时呢，这个食物也很难对你产生各种的好处，同样修法也很难对你产生到。这没别动作，大没别动，那最大都年不得下，所以你没得没那么大不，那样最大都300公尺车带过来。所以任何时候呢，我们都应该尽量的安住在无我当中。同时要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要知道一切如梦如幻。没这个人从那间永远呢，和俺那天的街上上面3年马戏不对的吧，真的马戏出来。没这个从那人那间永远呢，和俺那天的街上上面第3年马戏吧，有人不对吧？我的凶上不马定这些。再来。一个莫学重义气哦，是指说，是不要记仇哦，只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有人害了你，你总是记得心里，不要这个样子。所以真干把拉住呢，第一个来把真干把咱的马拉送来，相爱个是，相爱马个，真干把咱的马拉把真干不拉的。再一个叫莫发粗恶语。这个意思是说，不要对他人说这种粗话恶语。那叫了长毛公噻，其他叫了没毛个我就有呢，他的可能娘特别高，特别的那把接触不对了来说呢，但那几个人啥不得不，那几个长毛公呢，那接触别长毛公呢，这是公有嘛的说的。再一个物后显阻处哦，这个意思是说，你不要处心积虑的想要去伤害某些人，或者你总是在那等着那个可以害他的时刻，期待那个时刻能够到来哦，就是不要这样子，想要害别人。那了没有，他没看见个军长呢，没说这个蛤蟆个话呗，过来个农村送按照300多万，军别想不起来有呢。这说这个蛤蟆我啷个还告诉呢？我他这来没得来捐这来都是啷个先了先这是捐嘛来噻，捐的白呀，那啷个这还马就来带过来噻。
再来一个修心的一个誓言呢，就是莫刺要害处哦，就是每个人他可能都有一些要害处，指的是说，可能他曾经做过什么不好的事，那么或者他的心上曾经有怎么样的一些问题等等，这是别人都不知道的，但可能某一天突然被你知道了，那这时候你不应该做的就是你不应该讲说出来去刺痛这个要害处。没做事，唔做个心情就话，唔做事。这空想不来，那我做个心情就了吧？这空冲冲的，这都不给的，做了都不冲了给，结果没给，那我了结果想不给，那我是不经销商那个空冲冲的吧？你做经销的空想不的吧？现在马上是白下来，让给被人家买把当，基本让给谁？刚才看不到，人家也把东西现在了把对，这就嘛的什么，唔做个浪啊。再来一个偏在莫夷牛哦，这里的偏呢是一种牛哦，这是叫偏。那它呢是比较贵重的，然后呢牛呢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不让那个比较贵重的呢抬着重物，而让那个比较贫贱的那种牛哦，让它吃很多苦。这个意思，这里的贵重的是指我执，很多时候你不要就是把这种事情都推卸给别人，让别人去做，而让自己重视珍惜的自己不做任何事情，这样是不行的。但有也在没得些，反正让给做大了，什么当年，让这个那么到茶吧天的，这给他什么车个呢？我那天来给他什么车个什么多少车个的，然后那我让给这个那么这个，这给他什么车？我让他的那什么送的我。중간에 딱 미말에 나한테는 나도 제거래 삼 야게라서 탑서 나한테 마시 송래 再一个是不好强争先，这个意思就是说，譬如你看到另外一个好像比你更有名了，或者更有地位了，你就想说啊，我一定要比他更有名，就算不能比他更有名，也要跟他一样齐名，至少你要这样，你总是在那好强争先，这样是不行的。내제라 또로 메사세 다 로종되게 배주되 내 매바 소해한다다 내 매바 소해한다다 되니 로종체나 나살을 팽개를 생각하고 로종체나 람도를 팽개를 생각하고 근데 정말 배주 못당 소만 这个断主诛邪命意思就是说不要滥用了修心的教法。换句话说，有的人修心的目的是为了我要消除病痛，或者修心的目的是希望我更加的顺利，其实这都是错误的使用了修心的教法。로종체 다당보 로종금 다가다 로종로만 공부이 성주고생 로만 공부이 삼상 아제 생보래서나 되는 라두를 요송을 당다와 쉬우되 관한 요송을 해서 그래서 요 말해서 再来，天末沦为魔，就是不要你修了很久了修心的教法之后，结果你升起了一念傲慢之心我这越来越了不起了，你看我修心修得多好，这时候就像是这个本来是天，但结果沦为了魔，是一样的。이제 야라도 독마솔을 세. 라당 다와 깨다 첨부 다당 되네 정보였나 돈돌아 되네 배 깨다 매바래 롱주 매바래 누구래 소나 야 내가 통소다 네 누구래 송다 티가 나랑 티가 되죠 내가 깨다 편지래 삼바这个上了马当送的。再来，为乐莫求苦就是为了自己的乐，而不要去希求他人的苦换句话说，自己快乐不要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譬如说，某一个人本来跟你一样很有名很有钱，但突然他变了没名没钱，然后你却因此而感到高兴，或者你也不去做任何帮助他的事情的话，这是不行的。他这个主办的说呢，等把罗中给拉下点吧，罗中给到等个他妈的拉下点吧呢。那么以上是第6个要点接着第7个要点是修心的学处。那就他们这个啥子？他谁啥话可全把，他那上去当了，找了说吧，那样，在他们这上去个什么个，
三毛当呢，跟我们亚罗中国边，台当么着哇，成就生这块呢，这块那么多要嘛的，他们这个嘛，伢子来能照顾的，所以。诸于且持一哦，这个是意思是说呢，任何时候无论行住坐卧，或者甚至你是去上洗手间，任何时候你的心都不离菩提心，就是只有这么持守一个要点啊，那就是菩提心。龙能他们就这个啥子，他让罗中公把我们送的。天天拿上忙着送，兰州都着送，刚才想不忙不车，他说呢，他那罗中车的偏把门都，刚才想车个路上我天天马车，马车，他的他着大的，确实东西么不来用的，叫我什么，叫我老说把那这个那个东西用呢，他确实就东西么不来，东西都匆匆这个我来了，天天他着要的，叫我让装包给吧，叫我什么东西什么娘嘛给吧。再一个学处是欲为缘修一哦，很多时候我们在修心的时候，我们修持的时候会遇到一种情况为缘，就是遇到一些不好的情况。举例来说，我在做修行啊、修心啊，怎么我反而工作越来越不顺利，我反而生活越来越痛苦了等等。但这时候你不要想说就放弃了，或者是就觉得说是不是修心有问题，并不是。事实上呢，这其实是你修心的一个征兆。换句话说，你是将你可能未来要投身地狱的苦果报，你现在来领受。那么，所以其实你在消除自己各种的罪障啊。那么这叫做遇到违缘的时候修一，也就是你要想说，这都是菩提心的修持。这种呢，他这边这不地方他不大的，啥呢？他中了罗中了多少钱呢？他说定了点呢，东海他点罗中国不认说的，他说多少钱是不认说。所以这时候遇到违缘的时候，你应该想说这就是我净除罪障的时候，那么或者说这就是我修心的时刻了，所以你反而要感到更加的欢喜。这了，通常人了，茶花人，小辈也狼的，这个通马铁了，大家听我们成都什么忙着，我老中间忙着炒什么他们去，人家同嘛啥时候呢？听你们就的把有呢，这个他来那边告诉，听罗中看这冲突，罗中的娘都没多大，当然小辈看这冲突，听人工看这冲突，人工有的看这冲突，听大呢，他听也不冲突，然后当时个往头小娃当，你们往头小娃当，罗中娘不是往头做呢，都下巴皮，但是叫罗中长的没娘不小生，下巴皮，他了东南去，我们也不从他了，我去，我那么去，我天天吃过来，通常也来吃饭呢。再来一个是初后行二事哦，那这里的初是指早上，后呢是指一天的结束晚上。那么在一天的开始初的时候呢，你要想行的事情是什么呢？也就是要升起菩提心，你要发一个愿说，希望我今天一天任何时候都不离菩提心。那么接着是后，也就是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你就回想一下，反省一下，我早上、中午、下午，我到底有没有离开我的菩提心？如果我做到了，那你就回向而感到欢喜，回向功德。如果你没做到，你发现我执更强，或者又有烦恼了，或者修心退失了等等，那么你就忏悔，那么希望明天能够修持得更好等等。所以这是初后行二事哦，早上起来发菩提心，之后一天结束的时候反省跟检讨。基本的都不认识了吧？基本的，对吧？都看人，他东海从来告诉，他们就来就拍把来上，甚至他们就来要把东海人个工作写把能辛苦呢，东来的罗松车，然后基本上他的基本都带小，出去的。这是我理的，大家罗松马工去马些带，就像当么带上马些不些，基本上那，然后带顶到罗松车，罗松车基本上现在没白车，带了到罗松车，基本你看好了，用么做噻的。再来一个是二境皆因忍，那这里的二境是指生活当中遇到的苦境、乐境。
任何时候你都应该要继续修心，而不应该散乱。所以很多时候，不然就是苦的时候，会觉得说你要做这个取舍的修持哦，就像之前谈到，一切众生的苦由我来领受。同样在做，当你快乐的时候，你要回向，将一切的功德回向给众生，而不要是快乐的时候就想说今天放个假吧，就不做修心的练习了，看看电视，这个看看节目不要这个样子，要继续的做修心的修持。你不说当对呢，松噻，去这个东巴松也天堂。老中这个其他个帮人个东巴松也天你，让个所来讲做下话钱呢，送过来一声。那么再来叫做舍命护二世。那么这里是说不要舍弃这个菩提心，还有不要舍弃菩提心的各种取舍的学处。他的牛毛嘛，他不写不了，牛毛不是个牛毛把你把写个个要的。那跑到这你不点搞个，牛毛把你不点嘛，搞来搞个要的。他们牛毛把运就搞，加上牛毛他点嘛，说搞来搞个的，哎呀，这老呢，他们写不了去，跑到人流多些，他们在帮，搞我送的就到这过来说的。那么再来是当学三种难哦。那么这里的是指说，第一个是知道烦恼很难，第二个是对治烦恼很难，第三个是根除烦恼很难。所以我们就必须首先第一个要学习认识自己的烦恼要知道烦恼。那么再来第二个，你要精进的去对治烦恼，那么你最后才能够根除烦恼。有一做那么什么了？他们去这边有一做那么什么？他们那么上班家了哇？天天一把人给老来是什么？那么上班家老来什么路呢？天天看见去了，没看见的要的，但马英把老来是什么？什么来是什么？去的些把那新过呢，什么人来的吧？他们谁当可当这些个路旁了说吧，春节也不怎么样吧？哎呀，有一做那么什么老人，听从多呢，搞瓦工，甚至他们这人对他不怎么学什么。他忙中把现在是中间忙中把茶叶忙中把干来穷呢，然后他的在我们来年不穷，甚至现在他们这人对他不茶叶忙中把没怎么学，有一做那么什么的，常往学什么的。莫他们当的落章。再来一个是取三主要因，这是指说修行上三个很重要的原因要具备。那么这三个因呢，第一个是依止到善的上师，再来第二个是心意能够调柔。那意思是说，你的心呢，总是准备好可以做修持，可以如法的做修持。第三个呢，是各种的顺缘能够具足，也就是你修行上的各种的资粮，比如说衣食，或者说闭关的地方等等都能够具备。那么如果你发现这样的三种修持的因都具备了，你也升起一个欢喜的心，同时还是记得发愿希望众生也都具备这样子修持的三种因。那么但你发现如果自己不具备这样子的条件，那么你要想说，这应该是我过去生的这种恶业吧。那么所以也希望众生的都不要经历这样子的因缘不具足的情况而都能够因缘具足。两百没吧？那么什么搞么子？当然那么了，没个两百没吧？这把钱不老中两百没吧？老中会给我两百没吧？手机老把送给帮人两百没吧？这送不了那把钱，送不了那把钱，我说。再来三无坏失就要修三无失坏。这个意思是说，有三个东西是随时都不要失坏的。第一个是对于上师的虔信心，第二个是修心的这样的修持不应该坏失，第三个是各种这些戒律不要失坏。咱们有什么两点把它查，让给人也送，最近的这些这样给我看到让他们对不起，两把查噻。再来成就三无离，这是指说你的身口意三个部分随时都不应该离开什么呢？都不应该离开这个善，或者说离开这个善行。
더도 장 첩동 띵종군라 제세 다음 심진 그每个吧，所以那样，尊重的吧，没什么，没啥尊重这吧，这样这样说吧那样这吧，他甚至没人讲出口的吧当，弄口的吧当，天天穷那样，天天空中买些，出口的吧当，买个的吧当，所以说我的话，天天说啊，他这独家天现在天天空中买啥啊，他们这了七八千些。没中啊，看一年他们这了，空中马浪话，得过来是，咱们这个得过来是，差不多，这样定呢，看来是我怎么样吧，什么个定呢，真的要不过来是，差不多定中够那些。再来是谈到说呢，于静修无偏哦，那么。片且身修习哦，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对于各种的境，对于各种伤害到你的这种对境，无论是人类也好，或者说是动物也好，或者说是鬼神也好，你都不偏私的对他们修持这个菩提心哦，甚至对于大自然对你造成的伤害，你也不因此而生气。譬如说水灾、火灾、地震等等，当遇到这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也不因此而去带着这种嗔恶之心去对待，不要。所以你是很普遍的、无偏私的这样做修持。真的，然后呢，没谁跟那把钱给，没几个到，然后呢，没谁当西大到，然后没谁当不行给。真的，然后呢，没谁给当不行给，这然后呢，没谁给当不行给。这了，咱们就拉巴多，到罗中拉巴多，见我们说的。再来一个于历境恒修哦，这里的历境呢，指的是有的时候你会遇到某个人。或者某个动物，或者说某个鬼神吧，他特别就是他只想着是害你。那你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这里说恒修，你是更要对他特别对这样的人修慈悲心。今天他了对没下，现在谁当可了说过，今天要不出呢去些，今天要不没出呢去没些，对不对？现在今天早上没对吧？然后就大多罗中老说他们学他们也不中国这种人。再来一个不依赖他缘，意思就是无论是修心，你或者你在做修行修持佛法哦，你不因任何外在的条件而有所动摇，你不会因为现在很顺利了，在顺境，所以我修行，然后我现在遇到逆境了，我就不修，不要这样子。他的做娘说了我噻，他的觉得做下我的真的前面听到。做小我结果的些，起码呀，基本没把考来特别做不上去恐怕多吧，做小我结果的些。天天让给听到来，甚至先给听到住吧，做小我结果的些。那么再来，应当修主要呢，在这里的主要呢，它是指说，利他比利己更主要、更重要啊，所以你要修的是那个重要的，或者说来生比今生更重要。还有再来是成佛比暂时的利益更重要，所以你要修的是主要的那个，是重要的那个。可能没啥事，他修主要的干练度上面，多么重要的干练度上面，这个干练工，他这了刚上去，今天个叫我天天干练考级的，天天送讲到修主要来干练考我背面要的，新干的话说我干练考我背面要的，今天心脏。那现在대구 서 텔레 갈래 가봐요. 저쪽에 갈래 나 무슨 지금 그 텔레 갈래 가봐라. 서버 고로래. 再来不颠倒是非呢，这是指说，事实上不颠倒是非的意思是说，你以为修行、持戒、学佛很困难，然后呢，你不那么去做。然后你把那些其实真的会造成痛苦、真正很困难的是世间的工作，比如说做生意也好，或者是家庭也好，这些你会把它当成是很容易的，然后你却去忍耐下来，这就是颠倒是非。那多么认为个天上不，是不那路什么多吧？天了，搞完没些吧？그 기보 당 칼라 신보 당 드레라 가와체 바데
得可乐的。还有一种颠倒是非的状况呢，是你觉得说这个修行没有特别的，对于修行没有特别的欢喜哦，但对于得到世间的这些衣食啊这些利益，你却感到欢喜哦，这也是一种颠倒是非。大家来说嘛，可乐没想，这些呢人数没想，所以他们来学，他们来没学，然后你们来学学，然后你们来在这样基本上的。所以没些，这人说没啥过，就大把人基本上行结果的是。再来不时做时修，意思就是不要一下修行，一天修一天就放个假不修行哦，不能这个样子的。多数都这，就大把人就跟这样，除了没当话，我总看到明天没就这样的过来说的。再一个是当坚定而修哦，就是任何时候都坚定的做修持。多数都这，这才你们讲多数这，多数人家他玩啥子？那个牛毛看这长度多，老种个看这娘说脸多脸些多，啷个让了多数些呢？大型啷个让你的大型这把给过呢？天天。结果的从的。然后再来呢，以二观察戒，意思呢，也就是说自己要随时的观察自己哦。那么我是升起了什么烦恼？再来，我是用什么样的修心的教法可以对治这个烦恼，然后帮助自己得到解脱或者说从烦恼中解脱。所以要以二观察戒。与毛公噻，让给天天别让老毛不带，俺别让老毛不带把人生的现在了，天天写，俺老总毛不公平人生的，俺现在这个俺老总毛不公平人生的，现在了俺家现在写，天天写就嘛的什么的。再来一个是不好大喜功，它有一种也不要去炫耀的意思，不要到处的去炫耀，去说我多厉害，我修行修了多久，我修心修了多久，我读了多少的经论，不要这么去做。过龙没懂噻，过龙没懂，他现在让了慢慢把他现在这不从那，让上什么出呢？那些让车道让呢什么出呢？老总嘛我嘛都不认，这里是觉得嘛的，现在开始才从那样，老总这什么样的出嘛送啊？给那么多年嘛送我结果来送的。再来一个是不暴躁易怒，也就是说修心。你在做修心的时候，有时候遇到别人可能伤害了你，或者对于你这个粗言粗语的，但这时候你不要轻易的就动怒，事实上你的心要能够保持不乱，而且继续着你的善行。那有什么啥子？让给对咱们让给老大没听把给这把当生个从那让他们上对种说的对真久呢可能这里生sống什么呢说的真久呢另外个那么对没有往中着这样去就嘛的从的。再来，这里是说呢，很多时候再来这里提到不喜怒无常哦，这是指说不要别人这个一做了一些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本来你还好好的，但是呢，一点点别人的不如意，做了一些不如你己意的事情的时候，你又马上动怒了，不要这个样子，或者你的身体的行为语言就马上动怒了，不要这个样子。别家忙不工忙不接，老总忙不工呢。他俺了对了，当给就穷少钱了，什么对了，当给从那高华钱不接，人家从那高华接，对了，当的说对了，当给涨那么多，俺去忙不切不赢，老总忙不工吧，俺对了，当给涨那么多，对了，天天没干事的。然后再来一个是莫追求声誉，就是不要去。总是期待着别人会赞叹你你修行修得多好，你修行做了多少，不要总是期待这一些。这个老兄对，宁不车上写信呢，
다들은 죽도 말해. 죽도 있어요. 닝망하고 도안데 정주람도 겨와이. menga duzi ningbonde selingbane jubai dande ningmangabo doa da metamje tene shitang chawa konsem chawa tene nebajenga mangboyo bande changjugulamdo jure tabi de da menga duzi ningbodago tene ridang chawande selingbage juine 조제네 마 jubai so。 那以上就是修心7要的内容，最后的这个偈言呢是一个结语哦，将此圣五浊转为菩提道，窍诀甘露藏乃传自荆州哦，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五浊恶世的时候，也就是各种的伤害很多，各种的烦恼很炽盛的时候，希望一切都能够转为菩提的道法。那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修心的窍诀，如同甘露一般的宝藏，它是传承自这个荆州大师，接着传给了阿底峡尊者，再传到了现在。我讲来就说是，俺跟没把忙一句，东岸当面谢谢呢，当今的了当马学，他那些样没去多，我给我啥个说了带呢，然后去了提把新闻去了，没把忙为注意。다 동아랑 땅에 시세네 당진도 로송대 담아셔봐이 현다 로송 냠게 속고 야 동아를 다 땅에 담제 치도세 동아 중나한다 땅에 중나한다 되네 너무 검쇼 되네 단시양 문제도 소말에 되네 시양 문제가 가서 양 용거리 소말에 那么最后这里说，尤其修善行，修业行，自重性为一哦。能清苦积毁，请调我执教，尽死亦无憾。那这是说我过去因为受持大乘的法教的这样子的种性觉醒了，让我能够对于这样的一个法，能够直遇到这样一个殊胜的一个法，升起信心。那么能清苦积毁，那希望我能够不在乎这些各种的痛苦跟积毁，然后而请求到这样的一个我执的教法，经此亦无悔哦。如果好好的修持的话，最后也都会死而无憾的。接下来是5分钟的禅修，那么可以做的是世俗菩提心的禅修，也就是配合你的呼吸做施受法，或者你也可以做圣意菩提心的禅修，也就是将心安住在自心光明当中，都可以。